罢免国民党立委洪明凯的民间团体今仔日宣布，第二阶段的人数50592份，突破到门槛，佫达到安全目标130%。洪明凯是质疑民进党根本就是公职总动员，协助主导罢免。洪明凯嘛呼吁着国民党内35位，从罢免进入到第二阶段立委，大家团结合作，正面来对决。好，欢迎参加罢免联署。影片记录罢团查某志刚的身影，民团罢免男委最后并二阶段的宣传影片是真感性。对他，我就觉得他很勇敢。琪琪妈妈想要跟你说，你为台湾做了一件最棒的事，你是我的骄傲。提出民团伫咧街仔路宣传罢免人数的时，互反对民众骚扰的画面。第10支挺罢免的影片是全力吹票。实际上，罢免洪明凯的民团今仔日嘛宣布，第二阶段人数上镜超过5万份，达成130%的安全数量。进入到第2阶段的35位委员里面，其实要过关都是预料的事情。我想我们也早就有心理准备，而接下来就是正面对决的时刻，我们一定会坚定的充分合作、团结，一席也不能少。呼吁党内团结，拿赢嘛发动反攻。党主席朱立伦要求所有民代全力协助所有8个选区第2阶段的人数。徐卡心就随回应，宣布服务处全面代收8立委。同款话话，国民党就要团结，结合所有的力量来拼。另外，罢团嘛组成暗时的游击队，锁定北投地区下班的族群。不过，通过第2阶段人数的男委，搁再加一个，拿力正面对决。大罢免的浪潮已经起。民团收惊是无法度动，双方定着激战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